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姑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没同阿明姑同样以前参加旅行的时节，如去上茶晒磨，下茶熬药。我如果进一步，如讲上茶冲山歌，下茶买膏药。但是安尼旅行的方法，常常来等，回到路卡的时节，都记唔得你记唔起来了。你记唔有唱到来面係兩個對台東來嘅後生嘅，然後呢到台東實際嘅軌道嘅程度嘅旅行。在介紹佢哋以前，我哋先來看佢哋樣片哦。等一下，我们看这个面黄的台东。看下樣片，觀眾朋友係咪幾想去台東啊？我哋馬上嚟介紹我哋今日來賓哦。第一個係我哋呢川南燕，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想向台東川南燕。還有我哋呢楊雅涵。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想象推動嘅楊雅涵。頭先人講嗰個你哋名係嘛？想象台東哦，也係名係蠻有學的哦。想很久了，對，那都有鄉村的。2個字都有鄉村的鄉，對，然後加上食物的食嘛，就是分享在地的農特產跟美食。然後向的話就是我們，就是你們的向導，然後可以帶你們深入的認識台東。像伊哋名嘅吼，就想象台東，其實係個有意思嘅名啦，因為一看呢個名吼，睇得如講係其實係吼我哋客觀講向上，然後聽嘅係嗰種向導的意思，嗰種帶你出去聊嘅意思，嗰種。亞名嘅地位看起來，會發現想象，但是以這個本身都有隻合嘅體嚟好了，聽嘅都好實，好兩個無同嘅東西。像你哋當初兩個都係做旅行嘅工作嘅人啊？我最早是做護理師。你是護理師哦？對對對對。哦、然後那時候還沒有回家幫忙，對，我們都還在外地工作。那家裡就本身就已經在鹿野做民宿很多年了。對，那後來因為家裡的民宿都還是需要人家網絡這部分還是需要人家幫忙，所以通常都是我下班以後晚上會幫忙。對，所以那時候我等於是白天工作，晚上幫忙家裡這樣子。可是男人早晨的時間都做護理的工作，吼，暗暝時間都聽出這個路卡嘅嘅民宿嘅網站，可以看有乜嘅銀行啦、登記啦啲東西，然後回去能同爸爸媽媽講有乜人。聽過係咪？就是回去之後才跟爸爸媽媽說今天有誰訂房那個樣子。那時候有些是電話訂房啊，只要是網絡訂房，就我還要再跟爸媽講。可是你冇在專業事務所噶啦哈。咁雅涵哦，你以前係做乜工作呀？最早是在做社區新竹13鄉鎮輕旅行的推廣，後來被我推動後。做鄉公所旅遊資訊整合，在產業觀光科做約聘服人員。你講係睇新竹嘅鄉公所，還是睇台東嘅鄉公所？台東嘅。台東嘅鄉公所。嗰種以前睇新竹嘅時候，有做輕旅行嘅，一啲樣算係推廣嘅一啲人員係咪？佢係一啲樣嘅工作，係咪同人講一下？其實輕旅行嘅一啲工作啊？我們會做像13鄉鎮，在社區裡面。然後吃的好玩的，或者是傳統文化上客家的這些資源，把它收集起來，然後再去跟村莊裡面的，有些是理事長
或是总干事去讨论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特色，让大家看到，然后再把它串成一些小路线、小旅行。所以13个乡镇就有13条轻旅行哎呦。可是其实简如已经有按你的算是练习的啦，就已经有练习过怎么去把社区的资源把它包装成一个旅游路线的一个这样子的练习的。可还有人在推动迄你在观光科迄中央的工作呢？对，这种推动还有做的是布农族这样的旅游资讯，因为延平乡主要最大就是布农族，那就变成是说同样的方式，我们把布农族附近吃喝玩乐这样的资讯整合起来。这里讲人用啥都无中央的背景啊，咱我用的怎么和地方人，应该讲先从讲，迄当初我鼓来接妈妈的嗰种民宿，系咪？因为大概4年前左右，整个民宿也可以说是大家的产业，就是已经转移到网络去了。很多人都开始用手机啊，用网络平台预订，然后其实妈妈那种接电话的方式啊，已经不太适合了。然后就是，可是网络她又不会用，所以我跟她教了很多次，她还是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些订房的名单。然后常常我还是接下来做嘛，可是回报她的时候已经爆房了。就是他手上已经满了，两边的资讯不对，有一点时间差，对。然后后来就发现真的是竞争很激烈，然后后来发现就不行，然后也开始觉得爸妈年纪也大了，也差不多是应该要回去帮忙这样子。可是你这个其实富士归开了哈，但是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薪水，跟人等于比方说一个过去的薪水贵去天数，跟你这个适应的人。应该说，我从小就很喜欢乡下的环境，对。然后工作的话，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其实我的护理工作做再好，到了退休年龄还是回归，一切还是归零嘛，对。那因为家里是做民宿的，我也是觉得说，也做10年了，也不可能就让它放手。那我觉得观光对台东发展也是未来的趋势啊，所以观光这一行，我觉得我是很看好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回来继续经营，把它经营好的话，可能就是可以一辈子的事业这样。可是你先退休的啦吼，你等于讲，反正你富士退休迄个，迄种富士退休的班还是回去接民宿，可是人家都讲，不管说我你先退休，我都多可以天数妈妈。跟裸体共行，你是安尼的安好的朋友呢？是因缘际会认识，对，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对于不管是部落还是鹿野乡，整个在活动上的资源这个部分的想法接近，所以就决定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去把这些好的东西推出去。你们当初有业务上的算是接触吗？某跟罗龙有得用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两个人是互相认识的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缺人，因为我们算是几个伙伴一起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其实都各有自己家里的工作要做，像我是民宿啊，然后另外一个伙伴就是家里就是做冰的，算加工的，然后有的伙伴本身自己在鹿野也是要跑自己的计划，对。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需要有一位有经验的人来帮我们做很多规划跟执行，然后不约而同都有2个人跟我推荐雅涵，对。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见面啊聊天这样子，就觉得因为都在那附近嘛，觉得一起推动会力上加力这样。可你的爸爸不会认为就是说你应该只是去台东做一下工作而已吧？应该要赶快回新竹了，怎么结果没想到你现在就要在台东搞出了一个公司出来？你爸爸有离你在台东做下事情的时间有干过的归还有吓到吗？有啊有，就觉得突然呢，找近一点的做这样。不过后来变成他们很常到台东玩，来这边住，然后现在他们也对鹿野很熟。像你们2位几乎就是一个结合了，他本身就是有行销包装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本身就是在地的业者，
好，然后你本来就有一些业者的朋友，跟从雅涵来讲吧，它是不是本来就已经有在地的产业啊、店家啦，然后你做的东西是如何去把它规划成一个有意义的行程，是这个意思吗？那说是延平乡改编，所以我比较能够知道说，在延平乡那边的资源，有吃的好吃的这些部落的料理，或者是手做的体验，这些就可以放进来，到跟鹿野乡闽客族群是结合做成1天或2天这样的体验活动。本身鹿野乡它就有很丰富四季的多元的农产品，这样结合起来，所以我的工作比较是接近说，把我们所知道这些好的，把它串成一个体验的路线，1天2天还有。跟重头与共同一个问题讲，鹿野是闽客合居的一个地方，那它目前的闽南人跟客家人的一个分布的状况是怎么样？鹿野的话，它有客家、闽南，也有原住民，就是阿美族，对，然后大概都在接近1/3，还蛮平均的，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像你们在网站里面是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服务呢？一开始是从我们自己做民宿开始发现问题，就是客人会一直问，台东的附近的好玩的都是一而再而三重复。然后我们后来也会发现说，台东没有真的很清楚明确的网站。从这样子想说，那我们自己应该要把自己乡镇的东西放在一个资讯的平台，因为现在都数位化了嘛，对，所以我们才这样子发想要做一个网站。然后当然我们就会开始去进行创客啊、辅导啊、受训啊、去竞赛啊，对，然后当然我们也有入选，所以我们的网站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补助。来让我们去执行这样的计划，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规划说，这个网站一定是要把台东很好的体验放进去，因为体验现在是越来越多自由行，他们想要参与在地比较深入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的网站很强调台东的体验。可是旅行已经不像以前的旅行，同样人去买东西。去看东西，其实去了解当地的生活，其实是最重要的旅行的方法。其实好，等下马上过来。今天踏到那个土地，然后还陷下去，就觉得哇，原来跟土地可以这么近。带大家去感受、去体验我们在地小农他们真正的生活。然后就觉得说，其实我在这边煮一顿饭而已，就我觉得就可以把我喜欢的感觉跟各位分享。然后吃到柴烧的晚餐，我觉得是回家的感觉。You still call me your beloved bride。欢迎过来风起来的观众朋友，头在样片里边有看到一定去杂果啦，去吹料。但是想问一下南燕哈，像你们的网站里面提供了哪些的体验的活动啊？我们现在提供了大概有10种的单项的体验，对，然后我们今年把它规划成是你可以预约10个达人。对呀，我在想了问一个问题了哈，我也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讲我在去旅行啊，做嘛体验哦？对你们来说，为什么我们去旅行，我们要去体验？你觉得旅行跟体验差在哪里啊？一般以前的旅行大部分都是看一些景点，对，然后很赶这样子，就是好希望3天就跑完所有的大点。然后买完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回家了那样子。对，但是其实现在的旅游形态有在改变啊，就是其实大家也觉得这样很累了，然后大家也蛮常出来旅游了，不像早期就是很难得出来旅游，所以希望3天就跑完台东，
然后现在是太长，大家都有机会出去玩，那反倒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其实我只要换一个地方，我待在一个地方，感受一下在那边生活的感觉，待个3天，我哪都不想去。其实这样子的旅游形态是越来越多。那我会觉得说，其实鹿野它的四季作物很分明，然后样貌也很多，也离市区很近啊，就是往北往南都还蛮适中的。对，那以它的特色来规划，然后游客也不会觉得说，很远，距离很远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想说，这个农事体验在鹿野发展，应该是会有很好的一个契机在现在。可是，我的观众朋友应该会同我上个强调啊，就譬如讲我哋去过泰国的时间，一听我想讲，我哋体验起码个呀，骑台箱啦，某种微调的啦，像你们那边的体验活动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我们可以骑大象啊，或者是骑喂鸟之类的这样的方式吗？像我们因为都是农村嘛，那我们就很想要为农村找一个出路。那农村发展的话，还是要着重在它的特色，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原本是10项体验，可是我们把它改成是认识10个朋友，改成认识10个达人。那每一个我们自己的朋友，他们都有他们的为什么会在鹿野从事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奇，也很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他们的体验就很符合这些人。譬如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菜园，然后规划了好多种的水果，4季都能吃。那其实也有很多游客问他们说，如果要这样种要怎样做？如果我要种这个菜是什么时候种？然后我要怎么规划我的小菜园？其实它就有一个它深度体验的市场，然后我们就把它编成菜园梦这个体验，然后他可以预约这个达人，他可以教你说，如果你想要在不是鹿野的地方也想要从事这样的生活，复制这样的生活，那你来我这边深度体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经验这样子，然后实做实地的就去做这些活动。可是呀呢，体验係其實係體驗一種生活的方式，無論體驗一種工作的內容，而唔係講當像去騎腳踏車啦、微商啊啦、冇微調啊那東西的事情。嗰種嘢係，種嘢就地步，嗰種我哋朋友愛去推動嚇，倡導去介紹一啲深度旅行的話，你有乜個建議嗎？因為很多朋友來到台東，他會有一個想象說想要玩部落，想要認識，或者是說那種該種哈，有什麼東西是最帶當地的。那我們的行程裡面，像我們就有所謂玩食茶的行程，他就會帶到說，你會跟着這個農夫，這個小農夫，從一片茶葉、一個茶園到一杯茶這樣的過程啊，就有什麼採茶、揉茶，然後挑茶汁，在這一套，那你甚至可以到小農的家裡面去看看他平常在做這個茶園的生活的樣貌是什麼。這個價值就是他不僅是跟着，他可以在跟着過程中聽到這個農夫所分享這個價值在這邊，他能夠去聽到，他不是只有被帶着。這樣我們就會去推薦朋友來參加這樣的行程，去真的認識當地怎麼樣的生活的方式。不是，唔同我講嘅高食茶，就是玩食茶，佢一路真實都可以去自家去摘茶。很多我哋嘅茶農可以去摘茶啦、做茶啦，去嚟度看，去看用去配茶，怎麼去配那個茶。那像安尼嘅一啲體驗的一個活動裡邊啊，照理說你們來的，就是說我們就泡茶給你喝，然後你覺得好喝你就買回去就好了。可是我今天要開放茶園讓你們來採的話，到時候你們又不會採，然後又亂採，然後回去又給我亂弄，對他們來說會不會是一個額外的麻煩呢？這個就必須要跟我們的夥伴做溝通，對，因為他讓客人來同時體驗的時候，其實也是讓客人更認識他，然後也認識他的產品，跟他實際在田裡怎麼耕作，因為只有唯有看到現地的狀態，然後遊客才會消費者嘛，才會更相信說，他這個茶葉是他說無毒有機是這樣生產的，那確實是這樣，因為他在他的田裡面已經看到很多的生態多樣性，他就可以接受，然後之後他當然會更願意認識這個朋友，然後願意來買他的茶。因為人鹿野嗰邊本來就有產茶嘛，哈，跟後面吧有配的體驗的活動，除了茶以外呢？有，因為茶的話，它在鹿野是
等于是茶乡啊，很早就有这个产业了。但是随着它的环境啊，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四季的蔬果也在鹿野开始做种植，然后最大面积就是凤梨。对，那在凤梨产季的时候，我们就推好吃果这个系列。那其实这个好吃果它搭配季节，像现在就是有凤梨啊、火龙果，过来就是有洛神花，然后明年可能就是枇杷，那香蕉是四季都有。然后我们也会带着他们去到这个农夫的家，然后由农夫自己亲自来做导览，然后介绍说凤梨是怎么生长的，然后直接在现地就是品尝宰蟑螂的凤梨。对，因为我们都会跟游客分享说，像这样子吃起来这么美味的宰蟑螂，在市场是完全吃不到的，因为它已经不符合运送到市场的规格。对，那只有在你现地体验的时候，你就可以采摘之后，我们上去就可以一直吃嘛。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把它做加工，它回去之后，它之后量产，如果凤梨很便宜啊，它一样可以买回去自己做。我们就会教他如何做一些传统的音酱啊，对，然后让他学会说，他可以怎么保存这些产品。大概凤梨的产季是6到9月嘛，然后做完之后，我们都会跟游客说，3个月后就是10月、11月很冷的季节，你们就可以煮自己做的凤梨苦瓜鸡汤来喝，对。其实凤梨可以做的东西可以抖了哈，从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就是你们所做的所谓的凤梨的果干？对。那它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做出来的呢？其实我们在鹿野小农做的果干都是很简单，就直接切片，然后就是低温烘焙，对，然后大概3天的时间，2到3天看温度，然后就直接就是可以收起来卖，就不会添加任何的添加物，对。刚前面的呢，给黑马的凤梨的果酱也是，就是直接就是用鲜果下去熬，对，就是比较不会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各种爱没参加的那立行了吧？假如说我没有参加过你们的体验的活动，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买到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在你们的网站上面吗？对，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我们还会去参加一些市集上，但不过那个都在台东啦，所以如果说观众朋友对我们的产品有喜欢的话，其实在网站上都买得到。对，像其实头先人都讲的体验的活动里边，当初你们去开始去设计安那些体验的活动的时间，你们这个有亲身行过一遍吗？有。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通常是先我们发想，那我们就去找小农一起来现地在田里。那告诉他我们的想法，以及他们平常真正在进行的路线，那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方式？需要多少的时间？那成本啊，包含小农本身他的导览的能力的程度，我们希望他能够被消费者问任何东西的时候，他能够很自然的去被分享，而不是他可能会很不习惯讲话。这个过程都是我们亲自下去走一遍来完成的。我主要全部东西你要行一遍，好，能让地方还没有用的做够好。可是你头头讲的最重要问题来讲，也导览能力。人民的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言善道，像我的小农嘛，他会跟你讲说，这个路做些路无限的，我可能会同意去改善的东西。那你们有去对小农做对于导览能力这一部分有去做训练吗？有些小农他是本身就是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很喜欢讲话的，那我们就不太用担心他不敢分享。我们要担心的是他会讲太久，讲太久也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些游客已经等不下去了，热或者是小孩子等等，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他其实有很多的知识在内心里头，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分享。那我们就有透过一些计划、政府的课程，然后带着大家，邀请比较台湾各地有在这方面很能够去分享的老师，来现地的跟着他们，比如说到茶园、到凤梨田，看到他的产品，然后把他的特点、优点拿出来，那并且告诉小农说，其实你可以分享什么，你不用担心什么，这样子的课程。可是其实做一个体验的旅行真的不简单哦。观众朋友休息好，等下马上过来哦。欢迎过来，福起来。
所以咱节目我们的来宾同我们介绍有2条无同样的体验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另外一条不同的一种体验的一个路线呢？像依照不同的季节，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叫做甜蜜蜜，田里的田，这样甜蜜蜜，田里的田，对，甜蜜蜜。那这个活动就很好玩，然后也很受亲子的欢迎。因为像现在那有上音或是小朋友，像我们这一代，就不一定认得说你吃进去的跟田里面的样子，它不一定有办法连在一起。那像我们像有一阵子我们会去找葛玉金，那葛玉金其实是我们很常吃到的东西，但大家并不知道它做成什么，它其实是我们很常吃到的太白粉的原料。那像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的田里面出现，那我们就会小农就会带着孩子们跟家长一起去找这个东西，然后去认识它，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一起做成料理。那或者是说，那我们到小农家，比如说去采了像沙梨橄榄，那这种就是我们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东西，甚至你有听过，但你不一定确定它长在树上还是它是爬藤，我就会带大家去认识。那通常甜蜜蜜的活动里面，你可能会认识到2到3个农家，因为不同农家田里面有不同的东西，那我们会一起采摘回去到一个做料理教室的地方，那我们要进行晚餐，所以下午你采的东西就会是你晚餐的材料。那你要跟着动手学着做，跟着农家学着做，如果你没有做，你等一下就没有东西可以吃，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分工。那在农家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叫柴烧晚餐这样的系列活动。那在那个活动里面，你吃到的米，像我们今天有带来的白米跟小米，都是农家自种的。那有些人就会很感动，因为你每天吃的米，你不一定确定它是种在哪里的，或是它的过程。但是在柴烧晚餐里面，你不仅你吃到在这个田旁边种的，你还可以看到农夫本人，他可以跟你分享他是怎么栽种这个东西的，到1粒米到你手上的这个1碗饭。那比较年轻的女性，她甚至是在周边看到种的香草类，她很有兴趣。那个农家就会去介绍为什么要种这样的香草，跟她附近杂种的蔬果类有什么样的共生的关系，或是互利的关系。像这样的故事就会让比较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都已经很少见到这么自然生活的状态。其实迄个过创业位的，我们讲食农教育了哈，一个生农的教育，因为其实更加生人呢，已经看到米的时间了哈，你摕个超级市场里面看到一包一包的米，伊都唔是可能唔是讲那米硬落喺上百嘅，无你讲我哋看到其他嗰度嘅菜啦哈，中头你讲葛玉金，其实黑板度啲的，好，我哋可能过做一些人也会有涉案的东西，但是其他生人呢可能连糖都冇糖过，然后过到迄个番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哋做起人可能有看过。好，也都东西很用的上的，但是其他生意呢，看到时间可能一把洗好的，但是按你体验的方法，可以不用生意的啦，无论我哋睇你啥，可以提供，其实无很用种出来的，无论讲一道一压的东西，中间有个辛苦啊，压好以后，我用去料理一点，其实你把我哋的食物从头到尾全部比一点，看过一遍，搞过一遍，最后就变成我哋的晚餐。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话，顾客的反应是怎么样子？他们其实都会说很感动，对，然后我光听都觉得很感动。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跟自己平常在都市生活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就会觉得说啊，原来生活就是其实也可以很简单的，对，就是很幸福这样子，就过一天嘛，这样带他们整个过程这样子，然后而且他们会觉得说我们的旅游方式是一个到处看看的方式。走踏的方式，他也会觉得说这种体验是他可能之前比较少见过，因为大部分都是放他们在一个工厂，可能是观光工厂或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然后可能就是待个2个小时，然后又离开了。但他们经过我们的体验深度的导览，他会发现说他在鹿野这样跑了好几个点，然后他会觉得说哇，他原来鹿野就是有不同的风貌，然后他可能他还想再回来。走走逛逛这样子，就是要用安尼嘅方法去认识一个地方，
好，唔免讲，去啲观光的工厂，比白提嘅做已经俾人安排好嘅东西，2点钟啊，都做嘅。其实你係用一开始你用喺一定去体验一种载体嘅方法的一种方式，去表现认识嘅地方。咁有啲佢睇問題，你講，咁你當初設計按到嘅體驗嘅路線地位，你的應用係去潛入到位小農咯。因为我们算是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就是在鹿野，所以我们对鹿野四季的作物是很清楚的，对。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我们会成立这个平台跟这个窗口，也是因为鹿野就是农业嘛，最大的产业，但是观光并不会真正特别会让农的产业特别发展起来，大部分就是住宿啦、餐饮啊这一类的店家。对，所以我们本身认识很多我们自己的朋友都是小农，所以我们会希望把一个农产业的焦点再拉回来。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只是介绍店家是不够的，我们可能要真的带领我们的游客走进去这些小农产业家里面去看看他们实际在做的这些作物，然后更甚于可以让他们带走这些伴手礼。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我们要规划这个活动，那我们适合找谁？就从我们身边的朋友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跟他沟通讨论说，我们觉得怎样的流程会比较适合，然后慢慢的我们也提供很多资源，譬如说麦克风啊、装备啊这些，在我们导览的过程中都会提供给他资源，他不会是自己一个人的感觉。像你们这样子的网站，你们自己觉得跟一般的旅游网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我们比较像是策略联盟的方式，在地经营这些活动跟窗口，对，所以而且我们针对体验的话，我们是实地真的带领大家去深度体验。那每个伙伴我们都认识，然后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呢，大家都是一起讨论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跟一般的旅游网站比较不一样，就是一般旅游网站可能它只是把商品放上去，但它可能没有真的实际上去介入这么多有关品质啊各方面。但是我们自己的网站跟我们自己的伙伴，我们是很密切的在合作的，对，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可是其实对人来讲，其实人不单只把你的商品标上去，好，从他人讲那边可以了。其实你这个如何一个串联者，那你成立的机会也被想象台东也一个网络平台啊。这个平台的话，大概是8月左右开始正式上线，对，所以其实也没有真的营运很久，对。那目前的工作人员有多少？目前的话，如果是加我们的伙伴，目前大概是4个。对。那这样一路走来的话，你有没有想要对你们工作伙伴说些什么样的话？我会跟他们说，真的很感谢他们啊，对，因为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对家乡的一种热忱，对，所以我们愿意站出来做一个对外的一个协调的窗口，对，目的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窗口，可以让我们在地的产业可以循环，有一个循环，可以真的去把这些产品带出去。那对未来呢，有没有想法？当然未来是像我们其实我们的小农里面有很多是移居的，从西部或北部的，那再加上像南燕他们这样本地的，所以大家其实就是为这个地方共同美好的生活要有一个愿景。那这个愿景的最实际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好的收入来源，所以像这件事情就是能够把大家美好的东西推出去，那我们同时也可以有好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还要再共同努力的，包含说谈不管是在成本、行程，然后规划，在跟所有车子什么这些东西的合作上，我们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去努力。的观众朋友，还没同我共享看今日的节目，对旅行有无共样的想法？对台东有无共样認識，各種觀眾朋友下禮拜有機會去台東留了一下時間，試着同佢哋聯絡一下，表佢哋同
设计的无穷的成都旅行。今天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我们分享很多安吉菜故事。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现场。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然后希望大家来到台东的时候呢，可以先上网看一下，想象台东，我们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体验活动，然后可以介绍给大家。希望台尬，谢谢主持人。那希望大家可以多上网站或是我们的脸书搜寻"想象台东"，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资讯。欢迎大家来鹿野玩。有些好在thành都欣赏，运动哦。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戏剧导演屏东分会，我是我介绍我王正祥那边的陈先生，那边的刘先生。观众朋友大家，今日我呢想要介绍的呢是攀竹长筋。攀竹长筋呢是训练我哋跳戏比圆、比长啊、比顺，今日都来做示范。观众朋友听我哋来做。首先呢，观众朋友先坐下来，坐下来呢，我哋呢脚呢同我哋呢下肢骨法，下肢骨法呢，虽然我哋重要，是有观众朋友讲，咁我做嘅時間呢，我都冇法度坐下去，我可以讓我可以變扁，佢也本能可以有乜嘅東西可以輔助唔坐正，唔坐正呢，我哋做嘅時間呢，首先我哋呢手表嘅膝頭行，我哋底下做嘅呢係我哋嘅腳。我哋呢腳扭向來係吸氣，吸氣是盡量我哋呢腳趾呢，我哋腳趾所以按你彈向來啊。表下一個呢，我哋跳氣嘅時間，我哋呢腳盤傾下去，盡量傾得到我哋呢人生呢腳盤呢極限，你都唔怕。如果講我一做後，我就見呢一樣呢，唔怕嚇，我哋呢再表一下表上來。再過來天天呢，我哋再叫好起來，因為我哋冇做到安全嘅肌肉運動，所以我哋呢腳呢會糾結，也係個正常嘅嚇，也唔怕唔是驚。我哋再過來叫好嚟過後呢，我哋吸氣，停留一下，我哋再吐氣，吐氣幫我哋呢腳盤慢慢呢傾下去，傾下去幫我哋呢腳盤循環過去時，再過來叫上嚟，過來呢。我哋一所做呢，跳行嚟個向我數卡前頭先吸氣，都是狀態嚟，狀態嚟，過嚟呢，我哋都壓住伊，再跳氣跳出來，先訓練我哋呢跳氣比圓，跳氣圓呢，我哋做動作嘅地下，我哋呢氣頭都會綁長，我哋呢氣頭綁長呢，我哋跳氣向前呢都唔係按直。安尼悶雜嘅樣嘅，過來我哋跳起，跳到呀，再過來我哋吐氣，數呢，哪方嘅來，較看到哪方來，從對我哋嘅耳拱伸出來，數巴掌，數指延長，數巴掌，跳方嘅來，轉一下，下嘢時間呢，我哋對我哋卡拉下。吐氣，慢慢地下來呀，下來到我哋呢數字，變嘅到我哋呢腳行，我哋呢數字變嘅地方呢停留3到6秒，停留3到6秒呢係幫我哋氣頭微順，幫我哋呢肌肉天天嚟變鬆，幫我按摩到我哋呢關倉，幫我哋呢關倉呢吸氣出停留啲關倉嘅。慢慢嚟成熟變鬆，再對我哋嘅腳行，就去打出來，人生打出過後呢，我哋跳起，過來我哋呢要跳3下哦，吸氣，跳起打我哋嘅膝頭，打下膝頭連打3下，做乜嘅打膝頭呢？又係觸擊我哋嘅膝頭嘅軟組織，比精神，所以我哋做時間呢，我哋嘅腳記得要翹好起來。我哋數卡前頭，慢慢嚟吸氣，吸氣當中呢，我哋呢都市狀態啦，都市狀態轉到胸前，慢慢的再過來跳氣，免我哋呢氣頭冇按長嘅人，可以順順的
由头去来带我哋嘅树，带我哋嘅树呢，我哋嘅树枝伸出上去，慢慢的我哋树节呢，弯关节呢变松了啊，转一看啊，对我哋嘅卡拉下去，卡拉下去呢，帮我哋嘅背囊嘅肉筋骨呢，同肌肉变松，帮我哋嘅血气来当我哋嘅背囊嘅筋骨。同我哋嘅肌肉比充滿了我哋嘅陽氣，充滿陽氣，我使我哋嘅背囊筋咧變個強壯，唔會硬痕。就係講我哋嘅眼神慢慢嚟嘅，有一個好處咧都講啊，我哋用嚟一覺，河水都天光。第二咧，我哋喺睡唔得咧，按不頭睡唔得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動作，可以比如個河水嘛。觀眾朋友，我來做示範講啊，我哋一樣嚟注意嘅眼神嘅方向。譬如呢，我哋下去，譬如講啊，我腳搖向而來，我眼神無法吐槽啊，或者你笨，安尼斜斜可以嘛？可以，我背囊向呢變一個東西當對我背囊，幫我背囊唔會斜跌倒。因為我哋坐嘅時間呢，我哋冇坐得到，會坐到我哋嘅面中骨，坐到面中骨，眼會個唔爽快。啊，第二點要注意一點，我哋嘅樹葉放起來，我哋一下去嘅時間呢，我對呢我哋嘅腳啦下去，按過有嘅嘢安尼，拿上來呢一下去呢對腰骨會變呢，會變呢安尼下去啊，唔變呢腰骨安尼下去，第二點係樣咧，我哋喺人講我頭我嘅。我背囊會噗噗，我唔眼神唔出，我哋啲肌肉會壓縮到，變得我哋啲肌肉會緊張，所以我哋做事情要體驗一樣，我哋咧對我哋啲腳啦下去，我做一個示範講啊，用嚟對我腳啦下去，我開頭先眼神打出來，我用眼神安尼下去。眼神我數冇下突辦到腳，唔怕我都辦咧，都我可以數存到內，我都辦到內。喺我哋咧腳啦下，我要講鬆咧，我哋對眼神安尼，好下去再上來，眼神下去。對我哋腳啦下去呢，第一方面係訓練我哋咧腳啦下比數，一方面我哋咧腰骨唔會軟執下去。原則係要壓縮到我哋嘅腰骨神經，所以要注意一點嗬。我哋安尼係我哋多做幾遍，用我哋嘅眼神去鬆我哋嘅腳啦下，不過我哋嘅腳啦下變鬆來，也係一種嘅方式。所以講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咧係有一點，個位注意一點係我哋嘅切，我哋打時間，我哋拿空嚟嚟打切頭時間，我哋嘅腕關節要變鬆嘛，我哋嘅腕關節係冇變鬆，我哋安尼打。安尼吸氣安尼打，我哋咧腕關節輸上冇打嘅，我哋咧切頭也會輸上，因為我哋所打安尼輸表面嚟打係一方面係促進我哋咧切腕，幫我哋咧切頭嘅關節增生我哋咧關節組織液，所以我哋促進液係幫我哋咧切頭變鬆，所以也係要注意嘅事項。觀眾朋友啊，所以做講嘅咧。我做一個幫觀眾朋友注意嘅事項係點呢？所以我做一下示範幫觀眾朋友。我哋按嚟做腳翹向來時間呢，我數卡向起來，我肚絲挺向起來，挺向起來我數拿上去，不管唔透氣還是吸氣有皮包啦，也係一個重點。拿向起來時，我下去呢，千萬我注意哦，唔好對腰骨安尼下去，對腰骨安尼下去呢，睇我哋嘅肌肉痕。我哋咧數所有都縮痕咧，無法度變鬆，也要注意地方。但係過來呢，我哋喺對腳啦下行咧就冇咁樣嘅，腳啦下行咧，我哋送上去都是太好嘅啦。再做數字也順暢出去，順暢出去呢，我哋腳啦下所做呢，我都是抬出來，我眼神打出來，慢慢的下去。下去睇會順暢我哋嘅肌肉，會順暢我哋嘅關節，慢即變鬆咧，安尼咧停留3到6秒過後咧，我哋嘅眼神會充滿了我哋嘅陽氣，講我哋嘅血氣，我哋嘅陽氣同血氣充滿咧，我哋嘅眼神都會個強壯，我哋都會水門咧都會個好水。
再过来我哋吸气打时节，吸气打时节呢，我哋注意呢，我哋哪方面来时节，我哋呢腕关节要变什么？安尼腕关节变上，吸一下，变一下，变一下，吸气变一下，安尼腕关节变上。唔好观众朋友们，你个当然啊，看有人话嚟吸气，安尼吼。安尼喺我哋呢树木变上，啊讲我哋呢力头会贴硬，啊无法凸显原力，原力会触及我哋地部嘅软组织，啊我係硬力係舒顺，嗰種我哋啲大人、白人咁樣，所以我哋要注意呢一點哈。所以我哋啲做時間，我哋呢原力都講我哋呢腕關節呢變上嚟打下，強強，都係我講變上嚟打下，安尼打下去呢，一方面我哋呢七條嘅梳理。甲佢強上，所以做一個完整的動作，俾觀眾朋友看下，也係我哋做嘅時節，讓嚟氣順，讓嚟個好聽，也係完整的動作，我做一個，再做甲一遍完整的動作，俾觀眾朋友看下。觀眾朋友，時間要到了，我所介紹呢係攀竹長針。攀竹長針呢，不管唔係衰唔得嘅時間呢，都嚟做。做完呢，會幫我哋呢過好一高到天高。所以呢，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下一次拿來了。